大家好，我係魏醫師。頭暈係診所常見嘅問題之一，好多人都分唔清自己係邊一種嘅頭暈，結果行咗好多冤枉路。今日我哋就準備咗10條問題，一次過幫大家解決常見嘅疑問。頭暈係咪真係中風呢？咁臨床上我哋要點樣分啊？呢個係最緊要嘅問題。雖然頭暈係中風嘅症狀之一，但係中風通常都會伴隨一啲神經系統嘅受損。咁大家就可以留意我哋常用嘅中風口訣：痰、笑、用、冰。痰就係講嘢唔清晰，口齒嘅伶俐度會突然之間下降；笑即係笑起上嚟左右面都會唔對稱嘅，又或者嘴角會歪埋一邊；用即係手腳冇力，又或者手完全拎唔到嘢，行唔到路；而冰就係求兵救助，要即刻去報警或者去急症室啦。如果你只係轉頭嘅時候有少少暈嘅感覺，又或者行路浮浮下，但冇以上痰笑用嘅症狀，咁中風嘅機率相對上比較細嘅，有機會係內耳前庭系統嘅問題。咁但係如果你嘅頭暈係持續唔停，伴隨住視力模糊、吞嚥困難，又或者嚴重嘅頭痛，就算冇歪嘴手軟，都要即刻去睇醫生、急症室做啲詳細嘅檢查，就唔好等啦。咁點樣分耳石移位定抑或係耳水不平衡呢？咁最簡單其實喺持續嘅時間，同埋會唔會有其他伴隨住嘅症狀發生。咁耳石移位咧，通常都係你做動作嗰下，例如起身、瞓低或者轉身嘅時候，先會出現天旋地轉嘅感覺，10零秒咧就會停㗎啦。而呢個耳水不平衡啦，又或者我哋叫佢做梅里爾氏症，係會無端端發作嘅。咁頭暈嗰個持續時間有機會係幾十分鐘，甚至去到幾個鐘頭嘅。同時亦都會伴隨住耳鳴啦、耳塞同埋聽力嘅下降。頸椎性嘅頭暈到底係啲咩嚟嘅呢？頸椎性嘅頭暈容易出現喺一啲缺乏運動啦、長時間坐姿、睡姿不當嘅人士。咁當一個人嘅頸部肌肉過緊嘅時候，又或者佢嘅頸椎關節錯位，有機會令到頸椎嘅動脈受壓而變得狹窄。咁當腦部嘅血液供應逐漸變得不足嘅時候咧，咁頭暈嘅情況就好容易會發生㗎啦。呢啲病人都會少啲出現天旋地轉，大部分情況都係一啲行路浮下浮下嘅感覺，好似飲醉酒咁。呢啲暈通常都會因為呢個頸痛或者膊頭好緊而發生嘅。咁治療咧，除咗進行一啲頸部嘅肌肉或者關節嘅放鬆之外咧，足夠嘅帶氧運動都能夠幫助到帶動佢嘅氣血去到身體唔同嘅地方，令到腦部咧唔再因為缺乏血液而變得頭暈。另外，前庭嘅神經系統訓練亦都有助幫助呢個加速恢復平衡嘅感覺。所以要醫好頸椎性嘅頭暈，需要透過多方面嘅配合先會逐漸改善嘅。頭暈係咪因為濕氣重呢？濕重嘅病人其實都的確比較容易頭暈嘅。中醫有一句名言叫做無痰不作圓，呢度講嘅痰其實就係指體內聚集嘅濕氣。你可以想象下，如果你脾胃虛弱、運化得唔好，體內嘅濕氣就會形成一啲好黏稠嘅痰濁，咁呢啲濕氣好似一嚿雲咁樣罩住你。中醫叫做清陽不升，濁陰不降。你唔單止會覺得天旋地轉，更加多嘅時候都會覺得頭重重，好似戴咗頂帽咁，成日都會暈陀陀，提唔起勁。不過大家都要留意，頭暈都唔係淨係得濕重一個原因嘅。咁臨床上我哋仲會見到其他類似嘅類型，例如肝陽上亢，通常都係同壓力、情緒有關。佢頭暈之餘，仲會覺得頭脹、面紅耳赤。第二就係氣血虧虛啦。氣血虧虛嘅病人行兩步就會容易頭暈，踎低起身都會容易眼前一黑，面色通常都會比較蒼白嘅。第三就係腎精不足，呢種頭暈通常都係持續性嘅，仲會伴隨住耳鳴或者腰膝酸軟嘅問題。所以雖然祛濕好緊要，但係實際上都要先透過診症睇下你屬於邊一種體質，先至可以斷到症，而治療嘅方案都會隨之而調整。例如濕重，我哋就會健脾化痰。氣虛就會幫你補益氣血，揾到你嘅病根，先至可以真正撥開雲霧見青天。咁點解耳石移位會成日復發啊？耳石其實係一啲碳酸鈣結晶，咁如果你嘅鈣質代謝異常，長時間睡眠不足、壓力大，或者曾經有過頭部嘅創傷，咁耳石咧就好容易再次脫落㗎啦。另外，如果你本身有頸椎嘅問題，或者內耳神經退化，咁復發嘅機會率亦都相對會較高嘅。所以耳石復位之後，日常嘅保養啦、恆常嘅運動啦，同埋保持良好嘅睡眠質素，亦都係非常重要嘅。耳水唔平衡究竟可唔可以斷尾呢？耳水唔平衡一般經過治療之後都可以慢慢穩定，減少發作嘅機會率嘅。中醫會透過健脾化濕、益氣血、平肝息風等等，可以有效咁樣控制內耳嘅壓力，而配合針灸去疏通頭面部嘅經絡，
好多病人經過調理都可以由1個月發作幾次，變做長期都唔發作，恢復返正常嘅生活。咁中醫同物理治療可以點樣聯手幫助到頭暈呢？好多病人都會問，咁點解我需要睇晒兩邊去醫頭暈啊？其實你可以想象你嘅身體就好似一部電腦，頭暈好多時係硬件同軟件同時出問題嘅。物理治療就負責硬件嘅維修，例如耳石移位，我哋會用耳石復位術，好似玩迷宮咁將粒石仔咁執翻入去。如果係頸椎性嘅頭暈，我就會幫你鬆解深層嘅筋膜，糾正關節嘅位置，等神經傳導去翻一個正確嘅平衡俾大腦。最後仲有前庭復康嘅訓練，好似幫大腦重新校準，即係個 recalibration， 令到你唔再行路浮下嘅感覺。而中醫就係負責優化軟件同埋改善環境。點解有啲人復完位好似好快又再跌咗出嚟咁呢？又或者有啲人耳水唔平衡會反覆發作呢？呢啲就係體質嘅環境出現咗問題啦。中醫會透過中藥同埋針灸去補氣血、化濕同埋安神，好似一塊田咁。如果啲土質太鬆，即係氣虛，又或者有太多積水，濕氣比較重，啲耳石都會比較容易跌出嚟，或者神經容易發炎。咁我哋就會透過中藥針灸去改善內耳神經嘅生存環境，令到神經比較容易修復，同埋都會令到體質變返穩固嘅。而喺外在嘅結構執正咗，內在環境又養好咗，復發嘅機會率都會慢慢下降。咁頭暈嘅睡姿應該要點樣啊？要揀啲咩枕頭先係最啱嘅呢？咁喺頭暈嘅初期，通常我哋會建議平躺啦，盡量避免轉身或者側睡。部分耳石或者頸椎性嘅頭暈病人呢，比較適合就係斜斜地咁樣高住咁坐嚟瞓。注意唔可以用2個枕頭去晾高頸部，咁樣反而會令頸椎嘅血液循環變差。瞓覺嘅時候需要選擇支撐力足夠啦，能夠填補頸後弧度嘅枕頭會比較好啲嘅。咁記得起身嘅時候需要慢，先轉側身，然之後慢慢扶住張床，逐啲咁坐起身，等個頭適應咗之後冇咁暈呢，先好起身行路。咁一般人可以自己喺屋企做耳石復位嗎？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問題，有唔少嚟到我呢度嘅病人都話：治療師，點解我喺屋企跟住 YouTube 做倒晒兩邊耳石都仲咁頭暈嘅？咁其實呢度有2個盲點。第一就係你嘅問題未必一定係耳石所導致嘅頭暈，可以係嚟自頸椎。當主要嘅問題未處理好，你不停咁嘗試到一啲其實唔存在嘅耳石，只會令到個人更加唔舒服嘅。第2個盲點就係，假設如果你真係有耳石嘅問題，一般人實際上唔會知道耳石係出現喺6條半規管嘅邊一條。咁即係話，其實你就倒耳石嘅時候，好似擲色仔咁樣。如果好彩擲得中，就冇事好返；擲唔中嘅話，就有機會令你嘅頭暈再度加劇。咁所以一般情況下，我哋都唔會建議病人嘗試自己幫自己做一個耳石復位嘅。頭暈喺飲食上有咩要留意呢？如果你係耳水唔平衡嘅話，低鹽係最重要嘅，因為鹽分會令水分去囤積，增加內耳嘅壓力。另外都要少啲飲咖啡、濃茶，因為咖啡因會刺激神經嘅系統，令到頭暈加劇嘅。多食啲健脾祛濕嘅嘢，例如薏米、赤小豆等等，都有助預防頭暈㗎。希望今日呢10個 Q&A 可以幫助大家解決到頭暈嘅疑難。頭暈雖然好辛苦，但只要揾啱成因，大部分情況之下都可以明顯改善嘅。如果你發現你嘅頭暈已經影響到你嘅工作或者生活，就記得揾專業嘅醫療團隊幫手啦。咁我哋下次見。拜拜。如果你覺得今條片有幫到你，記得俾個 like、share 俾身邊有需要嘅朋友，同埋 subscribe 我哋個 channel。Mana Healthcare 之後仲會有更多健康資訊同大家分享，希望可以成為你維持健康路上嘅好同伴。我哋下條片見啦！